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忍气求财，急气烧台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一时的忍耐甲吞忍会当得到财利，若是赌强甲人急气，若代志无法度解决，阁会惹来麻烦，甚至发生甲人烧台的代志嘛有可能。尤其咱若伫咧生理场甲人交陪，直接的过程，就要会记哩和气生财的道理，好好维持人际关系。若是袂晓你控制家己的情绪，甲人冤家娘济，双方拢会受害。所以咱讲忍气求财，急气烧台，就是爱大家拄到问题，爱冷静处理，才会当避免冲突发生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